在議員長輩雅服務處的志工媽媽，佮着支持者的陪同，代表青年世代的吳正豪，上午嘛來到國民黨台南市黨部，正式登記參選後一屆議員黨內的提名作業，成為國民黨黨內登記的頭一位。吳正豪表示，對4當前對着媽媽投入基層的服務，陪同走訪社區，聽取民意，深深了解着地方的需求。伊希望以着溫暖的傳承、青年的力量為理念，延續為地方打拼甲服務。在這次4年來的基層服務過程中，我也看到很多長輩的需求，甚至我是一位爸爸，孩子4歲，接送小孩上學，或者是聽到很多的社會案件，也知道孩子的關懷是我們台南市政府更要關注的地方，重點針對的地方。所以，對於青年從政的期待，對東區的建設，對長者喘息服務，更多福利放在我們長者的身上的守護銀髮，還有最後是我們的親子公寓。我們這一代就是非常少子化的，從長輩到我們的家長，我們如何教育我們下一代，讓他們在更友善、更好的環境、更有多愛的環境長大。我想這是正好從政未來一定要努力做的事情。在議員長輩雅甲這位志工媽媽的陪同，吳正豪在登記完黨內提名作業，現場加油黨宣聲不斷，希望會用繼續傳承媽媽的服務精神，甲着世代的接棒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